感谢主，伫主耶稣基督国活的早起时，咱会当三甲组织来将一切荣光归予伊。但是咱嘛知影，咱毋是干那要将荣耀归予上帝，咱嘛要领受上帝所行奇妙的事，伫咱的生命中间。人的有限甲软弱，咱无法度完全明白生命中间侪奥妙。这款的奥妙包括，亲像拄仔咱咧吟的诗歌，天门拍开，对天顶上帝荣光降落来，天上。天门拍开，迄是一款什么款的语言？象征性的语言啦，对无？你要安怎甲天顶的门拍开？啊，你讲我迄伤远，啊，要较近的好啦。男女的交配，男女在恋爱的时候说：“你也把你的心门打开嘛，不然我都走不进去。”对不对？咱求上帝甲天门拍开，伊的恩典降落来，伊的荣光会当显明。其实，这款的语言不是宗教语言，不是信用语言，那是活生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我们常常会去经历到的。人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非常期待吗？期待对方把门拍开啊，互咱会当去明白伊，伊会当明白咱。所以你唔通甲主基督，甲想做讲是遐尔啊歹，遐尔啊恶了解的代志，不是。主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基督已经复活，这个复活会跟我们的生命有关。他没有那么高深，没有那么奥妙，没有说我们没办法去接触到，不会的。2000年来的圣徒已经为我们见证，2000年来最基督徒甲咱见证这项代志，就是咱咧讲的主已经国活。2天前，咱受难日的礼拜伫这个所在，因为有真侪小朋友参加，所以我在那天晚上讲了一个小故事。复活节，如果我们曾经去过北美的人，或去欧洲，咱知影北美、欧洲，因的老师拢会伫拜六给小朋友有一颗，有的是鸡蛋，有的甚至比较大鹅蛋，然后做彩绘啊，做彩绘，每个人自己画，不是像我们现在塑胶膜一套完成了哈，不是，是让我们自己画，把你心目中耶稣的复活，把它画在那个蛋的外面。所以咱你看到澳洲几百年来，他们的主日学都会画这个彩蛋的原因在这个地方，把自己心目中耶稣基督的复活，你把它画在这个蛋的外面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给每一个小朋友一个塑胶的塑胶的彩蛋，开内面空的，哈，塑胶。啊，然后就甲每一个小朋友讲，互恁10分钟，啊，恁去拜堂外口，去行去草坡，去外口看有什么物件甲国活有关系，新的生命有关系，你去甲摕来放在这个塑胶袋里面，塑胶的囊里面。囡仔拢出去啊，10分钟后，大家转来，老师就一个来开，看里面是什么。结果一开啊，有一个小朋友里面有几根的那个绿色、很清脆绿色的草，青色的草啊，有影草啊，代表一款新的生命。还有一个小朋友一开里面一蕊花啊，一般都一蕊真水的花，这是一个新的生命。还有小朋友一开里面啥毛毛虫，一看到一只毛毛虫，我就讲老师讲较细腻的哦，无你转去就上到要死哦。咱知影毛毛虫啊，哇，有影，原来这个开里面拢有一个新的生命。看到一个小明哈，一开一打开，这小明的那个塑胶袋里面竟然什么都没有，空空啊，康拢无。其他小朋友就说他偷懒了，人在那里找物件是因为这样不？小明说：“老师，我不是偷懒，因为什么？刚刚马可福音16章说什么？伊无伫家，伊已经够啊，他不在这里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已经够啊，所以我这个塑胶袋里面哈，没有任何东西，因为耶稣已经够啊。过一段时间，这个小朋友小明
一破病。我们曾经看过一本书叫《永远的14岁》吗？有一个囡仔伫9岁时阵得肺癌，伊是因为感冒流鼻水啊，那个内科的小儿科医生紧急发现讲，这有问题，赶紧上大病。后来发现肺癌、血癌啊，医生虽然真认真啊，真努力，不过伫14岁时阵过身。伫这个过程中间，真侪关心的同工同伴，迄是一个牧师的囡仔，真侪挑战哦。为什么牧师你的囝会得肺癌？你一世人服侍上帝，上帝用这款的报答你，你要安怎回应？将家己奉献给上帝，一世人要传福音，但是家己的囡仔伫9岁时阵得肺癌，9岁就得血癌。你看，在那5年的中间，旁边的同工、周遭的伙伴怎么看这件事情？怎么用信仰看这件事情？所以在他14岁、14岁时阵安休。会过别礼拜有出一本册，永远的14岁，也就是讲安怎，就像这个小朋友，有一天一死啊，伊在主里欧的同伴，主里欧主日学的同伴都来参加他的告别礼拜，结果这些主日学小朋友虽然很舍不得，但是他们带着一个喜乐，每个人都拿了一颗空的蛋，空的塑胶蛋，每个人都拿到小明的棺木前面，给小明和小明。为什么？因为因知影小明虽然无伫阮的身躯边，但是伊已经国外去伫主迄个所在。耶稣基督的国外甲咱有关系，毋是遥远的代志，毋是遥远的代志，是伫今仔日甲咱的生活真密切相甲斗阵。所以今仔日国外节，咱最近来看到国外节即个代志的时候，咱看。马可福音16章拄安怎咧讲？马可福音16章吼，非常期待，已经几落礼拜啊！我一直想要提醒，啊，一直袂记。后礼拜吼，你有一本圣经会当你家己画物件吼。伫个16章，马可福音16章吼，到第8节，你注意用什么做结束？有一些版本到第8节就结束了。马可福音到第8节，这是一个比较 short， 一个较短的，有一个 long 较长的，就像咱今仔日走较这么长。咱知影这个圣经的版本，因为抄写的关系，有一点仔无同。伫今仔日咱的18节上尾来结束，你看卖伊用什么做结束？同尾迄句话叫做什么？和合本圣经怎么说？因为他们害怕。这个时刻哦，2000年前的国外耶稣基督的国外，这段记录结束，竟然是用这个有一个版本的圣经，是到第8节就无啊吼。伊讲安怎？因为因大家惊，为什么惊？这款代志要安怎讲？这款代志哪有可能发生？伫人类的历史中间，哪有人讲死的国外？这对因来讲是一项真奇怪的代志。来的这几个妇人，咱看到几个拢叫做玛利亚吼。咱若用今仔日咱台湾人的讲法咧，这叫做菜市仔名吼。几个拢叫玛利亚，莫达列的玛利亚，雅各的老母玛利亚，耶稣的老母嘛玛利亚吼。迄个时阵真侪这款，看咱亲像今仔日嘛有几个名，咱称呼落去真侪。特别是这个莫达列的玛利亚，咱知影，伊捌破病。这个病可能阁是精神方面的病，伊捌互7个鬼附身，所以咱就会当想象迄偌艰苦。古早30-40年前，咱细汉的时阵咱厝边若有即款的囡仔的时阵，大家拢嘛讲伊是，这个话实在是不应该，拢讲伊笑的，其实毋是伊家己买，但是伊真正咱拢讲是有的人甚至甲关喺厝的，10-20年拢无出来。我以前就捌碰过这款的书片，真正到囡仔20多岁啊，从来毋捌好出门过。踮咧厝的，真正是有用连啊甲连掉的哦，这不是龙发堂才有的事情。曾经有些家庭在无知、不了解、捆绑中间，将这款的人都甲锁伫厝，这实在是足毋对的吼。但是这是历史的一个学习。但是咱即马愈来愈知啊，这款的原来啊，会当医治。
毋是干那肉体食药啊医治，更较要紧是通过耶稣基督，通过耶稣基督本身，要互咱得到医治。咱毋免烦恼，讲我心是破病，敢若像我感冒共款，我爱看医生。当我的心灵破病的时阵，大医生主耶稣要医治我。这个无达念的玛利亚，伊捌得到医治。咱看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角色。伊虽然捌惊吓，捌人有这款软弱，但是伊真满欢喜，要来去共讲。咱注意另外一句话，伫这个所在，咱特别要看第7节。伊讲恁去甲伊的学生，甲彼得去甲学生特别指名彼得哦，哈。有老师咧甲咱提醒讲，迄个时阵，彼得可能是同建校中间的一个，同建校中间为什么？行到倒位去，大家嘛叫我班长，结果今仔日同闹开的是我哪会通我甲耶稣的学生相甲斗阵？伊佫要走，佫毋甘愿，对无？缀耶稣缀3年偌久啊！留地人嘛袂佫问我啦。以前若有代志，拢会问我。学生囡仔碰到啥？耶稣的学生捌碰过好几千人一起来到耶稣面前，结果大家肚子饿了，耶稣竟然还跟学生说：“你们让他们吃吧。”这个班长不负责，谁负责啊？结果那一次解决问题的还不是班长，是谁带那个小孩子来见耶稣？是谁带那个小孩子有5饼2鱼的小孩子来见耶稣？有一个人叫做安德烈，对吧？解决问题是安德烈，当然不是他解决，是耶稣解决问题。但是将这个囡仔带来耶稣面前是安德烈，嘛不是班长啊。班长常常闹开吼，闹开到这摆上尾3摆无人主。耶稣非常体贴我们，他知道我们常常在有限跟软弱之间，特别是年轻的朋友。他知道我们常常在有限跟软弱之间，但是他一次再一次给我们机会。有老师提醒我们这句话，这句话，当这个少年人甲这几位妇女讲，恁紧去甲耶稣的学生讲，特别甲彼得讲。佫有一个圣经的版本，毋是干那讲特别甲彼得讲哦，特别佫甚至爱甲彼得讲。even 佫甚至啊，不是特别跟彼得讲，还要甚至一定要跟彼得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怕他失志、滑倒、干扣了，背不起来。不，我们在教会不是常常说我受伤吗？我受伤到站不起来吗？会不会？在教会里面哦，伫教会哦，不是伫外口哦。但是耶稣基督特别注意我们，特别会看到我们。你若感觉你伫教会中间有碰到一寡软弱、艰苦、受伤，会记得耶稣要讲特别爱甲苦行道，甚至爱甲苦行道。如果迄是这样吼，你换做你家己，主耶稣要讲甚至爱甲讲，会记得踮咧家里我要甲你会合，古早我讲的。遐代志，恁要看到伊安怎行？今仔日你讲偌济，咱感谢上帝。听的快乐，互即几位妇人伫透早，无甲问题拢解决，敢若迄块大块石头都要安怎，都毋知要安怎。但是已经准备好要来服侍耶稣，遐香料，因已经准备好要来为着耶稣服侍。咱嘛望伫耶稣基督国外的时阵，有即款听的快乐伫咱的中间，来回应耶稣基督。特别会记得耶稣基督，伊知影咱过去所行的每一路、每一站，伊拢知。但是伊一摆搁一摆，互咱机会，一摆搁一摆邀请咱，要甲咱讲啥？转来去加利利是彼得同熟悉的所在。第7节遐讲哦，伊要伫恁的大省去加利利，踮咧迄个所在，恁要看到伊，亲像以前所甲恁讲。咱同熟悉，对彼得因来讲，同熟悉，同感觉最轻松的地方，
最不用掩盖的地方，是他最有把握的地方。但是伫迄个所在，耶稣要互彼得看到一个新的生命，完全无共款啊！因为彼得若真正倒转去加利利的时阵，会变做安怎？3拜无认主，永远在他的心里面。他甚至要撒网打鱼，大概都没有以前那么好的功夫了。因为每一次要撒网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上次耶稣叫我怎么撒网，捞了一大堆起来，不过我竟然阁3拜无认伊。相信后摆伊吼掠鱼的功夫稳当嘛变甲足歹，妥。但是耶稣要甲因讲，踮伫你通原底的所在，我定心互你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当咱会看到马可福音，的时阵，咱会当看到伊真简洁。第1章第1节，咱若看到马可福音这第1章第1节就讲上帝囝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。到第16章上尾啊，通过对这个妇人人，通过对彼得，嘛通过对你我。今仔这句话毋是干咱要甲彼得讲的哦，嘛通过你我，要甲咱讲，主已经国我，这个国我，甲咱有绝对的关系。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要常常去经验到主国我新的开始伫咱的内面，所以。望咱伫个即礼拜中间，无论你伫团契小组还是家庭内面，互相会当分享，我是毋是捌有迄款经验？亲像今仔日的圣经吼，第16章尾仔咧记载讲，这个妇人人根本都毋敢甲别人讲，吼，即个少年人讲叫因都爱去共讲，因根本都毋敢甲人讲，赶紧就走去。那咱看马太福音28章第8节是讲，因。一路拢无共讲话，敢若赶紧转去学生遐，甲门徒、甲彼得讲。咱是毋是嘛？捌有迄款时阵，毋敢甲人讲耶稣国话，连食饭吼，祈祷头攞起来3秒就结束吼。敢有人顶下捌讲过？敢有人捌伫食饭祈祷吼？饭前祷告，踮咧餐厅饭前祷告，最顶言天父极大个慈悲，捌无？咱试看卖好无？阴暗稳当有人要去食饭，踮咧餐厅食饭，毋是用祈祷，咱做人唱好无？阴暗你若伫餐厅食饭，天父极大个慈悲，感谢你赐愿食面，世间万人你养饲，主疼痛永远无离。伫咱的身躯顶，咱敢捌有迄款的经验？望人尽量莫知影咱是基督徒，还是你有把握机会？将国外主新的生命显明给人看，这个不是难处，这嘛不是挑工给你拍广告。我跟你讲，你早一日给人知影你是基督徒，你的好处多多啊！迄个退伍，迄个叫什么名？啊？义安有伫个无？可能去查。伊捌做见证过啊！伊去军中拄入去的时阵，唔敢甲人讲伊基督徒尾啊吼。互人知影基督徒，我讲我早知影呢，我就较早互人知影我基督徒。连长阁叫伊去训练，阁做传应兵，转来敢若开迄台吉普车啊，逐工练到要死吼。尾啊问连长讲，你哪会叫我去做传应兵？伊讲我知影你是基督徒，是教徒吼。我一知道你是基督教教徒，我就知道你大概不会做坏事，所以一切的好处就都给你。咱嘛有咱的姊妹踮咧公司。因较爱轮班，中间因为是特别的服务业，即轮班吼，饭店轮班就要按早起轮到第2天早起24点钟，哈。当然你会当休困，拜六早起就要轮到礼拜早起24点钟。但是礼拜早起你若轮到10点吼，你来做礼拜就袂赴啊嘛，对无？头家知影基督徒，伊嘛踮咧饭店内面真好的表现，所以头家特别容允伊8点就用离开。礼拜早起，那1个月、2个月轮1届的时阵，礼拜早起8点就永远你会用离开。阴暗食饭，如果那伫餐厅，天父极大国慈悲，咱做阵唱，虽然你无共款的所在，好无？甲人分享，我是毋是捌有迄款经验？毋敢甲人讲耶稣因果话，是毋是捌有亲像彼得迄款的经验？第二。咱要安怎来见证分享？主耶稣捌帮助我有新的开始，有新的开始。我是毋是搁一摆，将我需要医治、需要改变的
拜列伫主的面前，恳求国外的主亲自伫我的生命中间来掌管。咱当心来祈祷，怜悯的主，听从上帝，阮感谢。因为除了讲感谢，阮实在毋知要安怎将一切的荣耀来归予你。恳求国外的主继续行奇妙的事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通过你活命的话，灵魂得到养饲，得到食饱；互阮通过你奇妙圣神的引带，互阮日日享受内在生命活新的快乐。阮安尼感谢基督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